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要来进入耶利米书第44讲的讲塔。今日早起，咱要来请文神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清早的时有福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了你，听你通过圣经来教示阮的话，求主赐阮圣神，互阮通明白你的教示，伫阮的生活中活出见证，互人通过阮来认捌你、信靠你，成做你天国的子民。求主赐福，保守阮今日一天的工作生活顺利平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阿门。多谢咱耶利米书到42章以后，咱看到耶利米伊去互人有人一群人要来传到伫埃及，总是耶利米嘛有甲上帝祈祷，上帝有回答讲，若去埃及就是要得到美宝，总是有完一群人要去到埃及，耶利米嘛去互人绑架，去互人传到埃及去。伫埃及时期已经来到伫第3王朝甲第4王朝的中间，大约是伫主前第6世纪，所以主前664到主前332，这是第3中间王朝古埃及的晚期到伫第3世纪时，这个古埃及王朝就伫遮来结束啊。所以咱看到埃及，他就换人做伊的这个法老。伫埃及伫主前第8世纪的时候，咱看到埃及其实是非常的分散，无共款的王朝，安尼来占这个位，总是埃及就是轮流互人来统治。嘛，包拄着这个，迄当时就是亚述帝国，伊要来占埃及的所在，但是埃及有它的地理优越的位置，这亚述无法度遮尔简单来拍到迄个所在。那么看到伫埃及，伫圣经创世纪一直到这个耶利米书到旧约，这个上帝子民以色列，也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甲这个埃及的关系，嘛是分分合合。总是大多数来看，就是上帝因将这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埃及地带带出来以后，是无爱因阁转去，因为伫埃及最努力，拢总做430年。所以到伫耶利米书的时阵，咱看到换巴比伦起来，要来占埃及的所在，但是只有短的时间，尾后是这个波斯了后就是希腊，所以埃及嘛是伫历史上虽然真久，嘛是互轮流无共款的国家来占领。巴比伦大约是伫主前第6世纪的时阵，把短暂的占领到埃及啊。但是伫耶利米书中间，咱今日看到这段的预言，上帝伊安怎样预言？这犹太人因住伫这个所在，无要倚靠上帝，因想要走去埃及灭这个巴比伦，结果犹原拄着共款的命运，因若无走，颠倒阁无代志，走完受着共款的刑罚。伫这个咱昨读的43章，就是耶利米。伊将这个预言讲互百姓听了后，这百姓竟然变面了，将甲因进前甲耶利米拜托，请因替因代祷，变完全一个人，甚至佫拒绝，讲无爱听，然后佫要将耶利米带到遐。上帝嘛预言讲，因伫迄个所在，互上帝定着要死亡的，要受掠，要受倒台。拢共款，因为因要甲埃及这偶像做伙来败坏。今日44章就是要看见因到底伫埃及安怎受到偶像这影响，以及这嘛是耶利米书看到耶利米最后的身影、最后的信息。最后一出现就是听第44章后边就无阁看到有关耶利米更后面的这个结果。好，咱就来读今日这段的圣经，耶利米书第44章。大先先来请文心长老带咱来读第44章的第1节，请读到第14节1到14节。文心长 ，OK。下面是关系住伫埃及的密托达比勒、明菲斯、巴特罗地区所有犹太人
上主对先知耶利米讲的话，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有看到我降予耶路撒冷甲犹大各城镇一切的灾祸，但这的城镇已经拢趴远，无人住。这是因为因有做邪恶的事，这我受气，因去甲恁，以及恁的祖先毋捌的神明相香服侍因。我一遍搁一遍差派我的仆人真侪先知去甲因讲，恁千万毋通做我厌恶怨恨的事。毋过因毋听，无要听叹，无要放下因邪恶的行为，又愿甲别个神明烧香，所以我将亲像迄得道的大受气，摒落伫犹大的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今日因这话显遐尼聪慧生巧，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佫讲：恁是安怎要做遮尼邪恶的事，害恁家己，互恁的查甫人、囡仔，遮尼的食恁的婴仔，拢对犹太受浇灭，连一个都无留的。恁是安怎导咱来埃及，佫做偶像？甲别个神明烧香，结我生气，直到恁受浇灭，伫世界各国成做人咒诅侮辱的对象。恁兼已经袂记得恁的祖先犹大列王，甲因的后妃，以及恁家己甲恁的某。伫犹太对耶路撒冷的街路所做邪恶的事，到今仔日，恁也无忏悔，也毋惊，无要遵行我甲恁以及恁的祖先定的律法甲规例。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决定要降灾祸互恁。甲全部犹太人拢消灭，才决心来埃及寄居存落来的犹太人，我要甲因消灭，互因拢死伫埃及，毋是互人杀死，就是枵死。无论尊贵，也是卑微，拢要因为战乱饥荒死去。诚做人惊吓咒诅啼笑的对象。我安怎用战乱、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嘛要安尼刑罚住伫埃及的犹太人，互这个来到埃及寄居要活地的犹太人，无当逃脱倒去犹太地。虽然因真爱要转去，毋过除去少数的人以外，无人会当逃脱转去。好，多谢。咱才开始讲到其实伫埃及的所在4个地区，密达、达比勒、蒙菲斯甲贝地罗，这4个所在拢有犹太人住伫迄个所在。这4个所在，咱来将这个地图来看。就是达比勒、密达这个蒙菲斯就是挪佛，甲巴地罗、巴特罗，这些所在拢是伫尼罗河的这个中间，印度是伫这个西奈半岛甲埃及的这个交界的所在，总是一个上大上出名的这个犹太人的社区就是伫这个巴特罗，是这个咱看到这这伫是主前第5世纪，这个考古呢有看到，伫这个尼罗河的中上游遐，有这个
即个犹太人吼，因的社区吼，踮伫迄个所在吼，才考古会当看到，吼，所以这是因踮伫迄个所在，为虾米即阵人因会遮早就来到即个所在？吼，当然就是除了即个约瑟的时代，吼，约瑟有去到伫埃及做埃及的宰相，然后摩西时代，佫将遮犹太人带出来，带转去到伫即个迦南地，然后到伫中间，吼，其实咱嘛看到旧约中间，吼，因嘛甲埃及常常在交战，但是咱伫读历代志的时阵，吼，历代志36章就是约哈斯王，吼，约哈斯就是即个约西亚的囝，吼，伊继位只有3月日，吼，只有3个月时间，总是伊去互埃及的王法老，吼，来废除伊的王位，佮罚伊钱啊，然后就将即个埃及王佮设立约哈斯的兄哥以利亚敬，吼，就是即个约雅斤，吼，最犹大甲约雅敬啊，最犹大耶路撒冷的王，吼，改名叫做约雅敬，然后尼哥就是尼哥法老将约哈斯掠去埃及。所以这段时间，吼，大约就是这个咱即摆看到亚利米书，吼，这个因这阵人扣人亚利米被绑架到埃及啊，大约是22年、23年，吼，差23年久的时间。所以因为20几年前，吼，就一阵人向人掠到伫埃及来，吼，所以伊有可能就是安尼伫遮分散。然后分做4个所在，甚至搁较早，吼，嘛有可能，吼，因为已经会当带到伫即个尼罗河的中上游遮来时阵，吼，表示已经伫遐嘛不止啊久的时间，吼，但是今日遮的人呢，因伫迄个所在，上帝原来通过亚利米对因讲话，恁看到耶路撒冷已经趴远无人住，是因为因做惹上帝生气是啥物代志呢？就是因去服侍毋捌的生民，甲伊烧香服侍。上帝随梦一遍一遍派伊的仆人，吼，除了亚利米，阁有真侪遮的南国北国的先知，甲因讲毋通做遮上帝万分的代志，因犹原毋听，无要听探，无要放杀邪恶的行为。所以只有3个动词啊，不听从，不侧耳听，也不转离恶事。好，所以犹原要做上帝看最生气的代志，所以上帝才会将耶路撒冷毁灭，互耶路撒冷变做荒废甲青凊啊！上主万国的统帅讲，好，恁即马来到埃及的所在，埃及嘛是原来拜真侪神明，安怎做遮尔邪恶的代志，害恁家己、恁的查甫人、查某人、囡仔食恁的婴仔，拢对犹太受遭灭，无留一个。为虾米安怎逃难来到埃及？除了拄则迄个约雅敬王的时期，嘛有人知影巴比伦吼要攻打入来，像约翰南共款，约翰南，因就是带一群人，要逃闪巴比伦，结果来到这个所在，被埃及影响，嘛去拜因的神明，诚做互人咒诅侮辱的对象。恁家已经袂记起恁的祖先犹太的王，因的后妃，甲因家己的某，安怎样伫即个犹太地耶路撒冷，拜遮的神明，天顶的星神来惹上帝的事做邪恶的代志，犹原无忏悔也毋惊，所以上帝讲，即个代志已经讲到遮明，上帝已经做到遮尔绝，就是爱因谨慎，爱因悔改，但是因犹原毋知影重点伫什么所在，犹原在做毋对的代志。无照上因的祖先的律法甲摩西的约，所以上主决定讲，我要降灾祸互恁，才带伫埃及即4个无共款所在人，甲全部的犹太人拢要消灭，毋是因为上帝无爱因，是因为因无爱上帝。才会决心来埃及寄居存落来犹太人，上帝嘛要甲因消灭。甲其他进前住伫耶路撒冷人共款，诚做战乱饥荒死去，人诚做人惊吓咒诅踢笑的对象。上帝安怎伫耶路撒冷用战乱饥荒瘟疫，即摆嘛要安尼来刑罚遮个埃及的犹太人，或者来埃及寄居也活的犹太人，袂当逃脱转去犹太地，因无法度亲像巴比伦去用掠去巴比伦，也会当伫满70年的时间以后倒转来。随梦因真爱要转去遮个迦南地，然后尼甲米的地，毋久除去少数的人以外，无人会当逃脱转去。所以有人就咧想讲，即个少数的人到底是啥物人？有人认为这就是亚利米，伊有转去犹太地，
有人是安尼认为。但是呢，咱看到这段圣经，就是约翰南因伤变故乡，伊救这人民对以实玛利的手给救出来。即马呢，佮为着惊吓，逃闪巴比伦，结果走来埃及，即马共款受到共款的刑罚。好，煞只佮请文神长老传来读，对15节，来读到23节，15到23。开大阵住伫埃及地巴德罗的犹太人，就是遐个知影家己的某有甲别个神明烧香的查甫人，甲在场的妇人人，甲耶利米讲：阮无要听你奉上主的名对阮讲的话，阮一定要照阮下的愿去做，甲天后烧香。献奠酒祭，甲阮以及阮的祖先、君王、官员伫犹大逐个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所做的共款，因为迄阵阮的粮食充足，平安无事。毋过，阮一个无甲天后烧香献奠酒祭，就逐项拢无，甚至死伫见乱家己乡，遐个妇人人嘛讲，阮确实有甲天后烧香献奠酒祭，阮照天后的形象做饼献互伊，甲伊献奠酒祭，阮的丈夫嘛拢知。耶利米甲遐个回答伊的查甫人甲查某人讲：恁甲恁的祖先。恁的君王、甲官员以及国内的人民，伫犹大的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烧香，上主减话袂记伫，拢无记伫心内。恁邪恶的行为，甲所做可恶的事，上主已经无要阁吞忍，所以伊予恁的土地荒废，无人住。请做人惊吓去救助的对象，到今仔日也是安尼。恁甲别个神明烧香，得罪上主，无要听上主的话，无遵行伊的律法、规例甲教示，所以到今仔日也为着这个灾祸，耶利米国甲全部的人。特别是查某人讲，所以来自埃及的犹太人，就注意听上主的话。好，多谢。咱看到这段就是，在上帝已经通过耶利米，甲遮住伫埃及人警告，上帝要安怎甲因毁灭，安怎甲因教示，但是因的回应什么呢？规大阵住伫埃及甲巴德罗，就是遮最中上游上顶悬的人呢，因是住上久的，因就讲，就是遐个知影家己的某，就是因的某，有甲别个神明烧香的查甫人，这个丈夫呢，都容许他的太太，才去烧，去甲拜埃及的神明，甲在场的妇人人，拢甲耶利米应，所以前面是丈夫的回答。后面是太太的回答，讲阮无要听你奉上主的名对阮讲的话，因这口气就歹，就是上帝拢已经对因讲话啊，因讲因拒绝，因无要听，阮佫讲，阮一定要照阮下的愿去做，甲天后烧香献奠。酒祭，甲阮甲以及阮的祖先、君王、官员伫犹大逐个城镇，甲耶路撒冷街路所做共款，就是耶利米已经指出因遮所做的罪恶甲歹，伊佫讲，因就是要安尼做，就是明知故故犯，因为迄阵阮的粮食充足，平安无事，所以伊在讲到伫约西亚王的时期。伊最后是去到埃及法老尼哥甲伊相战，结果战死伫这个战场上面。伊讲伫这个约西亚王进前的约西亚的阿公这个马拿西伊呢伫迄个
国家最后时阵吼颠倒吼平安无事，但是这个约西亚读到上帝话吼要改革吼要来做这个国家的复兴时阵，颠倒死伫埃及人的手头吼，所以因认为迷信吼，认为讲埃及比约西亚王较厉害吼，所以因无要拜约西亚王的上帝，伊要拜埃及人的这个神明咯，好，就是这个天后，好，这个天后是谁呢？好，就是巴比伦的女神，好，伊有一个啊，因为巴比伦叫做神明，还有一个上出名的是女神，叫做伊斯塔尔，好，这个就是咧管爱与性啊，好，所以伊拢是用这种淫乱的方式，好，还是用这种占卜的方式，好，这个是这个巴比伦的女神啊，讲。阮要拜伊，因为伊会当互阮粮食充足、平安无事。阮毋过，阮一个无甲天后烧香献奠酒祭，就逐项拢无，甚至死伫战乱甲饥荒，吼，就是咧讲约西亚王的时代，吼，大约离即马亚利米，吼，大概23年前啦。所以遐个妇人人，吼，就是头前是丈夫讲的，即马原因的某嘛安尼讲，阮确实有甲天后烧香献奠酒祭。阮照天后的形象做饼献互伊，甲伊献奠酒祭，阮的丈夫嘛拢知，吼，所以亚利米听一个强要昏倒，吼，伊甲这查甫人讲，恁甲恁的祖先、恁的君王官员，甲国内的人民伫犹太城镇耶路撒冷的归路烧香，吼，则过去伫犹太地，吼，耶路撒冷所做代志，上主敢袂记得，无记伫心内，恁社会行为甲已经所做可恶的事，上主已经互无要阁吞忍，所以伊互恁的土地荒废，无人住，诚侪人惊吓，救助的对象到今日要是安尼，好，就是已经是血淋淋的教训，好，却罪证确凿，但是呢，竟然因遮的人来到埃及，阁会当找出其他的理由啊，好，就是讲，好，将这假神明当作是真的神明，将真的神明当作是假。恁甲别个神明烧香得罪上主，无要听上主的话，无遵循伊的律法规例甲教示，所以到今仔日要拄着遮个灾祸，就是因伫埃及地，毋当想讲因伫即个所在会过了好势，平安无事。上主讲刑罚连面来到，好，所以最后一段，好24节到30节，好，就是有关埃及的遮个预言，好，搁请文先长老带咱读，好，24节到30节。24节，亚利米国甲全部的人，特别是查某人讲，所有来自埃及的犹太人，要注意听上主的话。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甲恁的某讲，阮一定要甲天父谢愿，甲伊烧香献奠酒祭，就安尼去做。做恁照恁祈愿去谢愿，恁所有住伫埃及的犹太人，就听上主的话。我上主以我伟大的名立誓，伫埃及全地袂阁有任何一个犹太人称呼我的名号，讲我基永活至权的上主就大。恁就知，我为留心看因，毋是要祝福气，是要降灾祸互因。伫埃及的犹太人一定会死伫战乱甲饥荒，到全部消灭。虽然有人会当脱离战乱，对埃及倒去犹太，毋过是极少数。遐个来埃及寄居吞落来的犹太人，后来会知是啥人的话会实现，是我的，也是因的。我要伫遮甲恁刑罚，这是我互恁的条头，互恁知我所讲要甲恁降灾祸的话一定会实现。上主安尼宣告。上主阁安尼讲。我要将埃及王法老哈布拉交予想要杀伊的对敌，亲像我有将犹大王西底家交要杀伊的对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同款。
上。多谢。伫遮这查甫人，这查某人，安怎来应亚利米？亚利米呢，就甲因讲，因就是无要遵守上帝的话，所以亚利米最后，对这个所在，这段就是24节，到27节，就是到这个最后30节，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最后的发言啦，照时间点来看，亚利米的讲话就到这，则讲。恁着爱注意听上主的话，因为这亚利米最后的传讲，但是亚利米可能家己嘛毋知影。上主的万军统帅讲，恁因为安尼讲，阮一定要甲天父下愿，甲伊烧香，甲伊献奠酒祭，就是因为已经选择，已经讲到遮明啊，就安尼去做，照恁下的愿去下愿。上帝讲，就出在恁去，任凭他们，这嘛是罗马书在讲，上帝就出在人，去犯罪，因为上帝已经是明明可知，对创造天地以来，上帝的神性，是人拢看会到，但是既然佫挑过伊，无要信任伊，无要接受伊，上帝就出在伊，任凭他们去犯罪，所有到伫埃及的犹太人就听上主的话，即个上主的话，毋是要互因机会，上主是爱互因教训。上帝用家己的名，就是家己的扛板来立誓讲，伫埃及即个所在，无一个犹太人会当用上帝名，主啊，用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拉玛，安尼来指因我的上主来救专，就是找无上帝，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叫上帝名嘛无效。恁着知我就是上帝，为留心看因。这个上帝看顾因，毋是迄个历代志下第7章，这个所罗门王伫圣殿起好迄个祈祷，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上帝就要眷顾因。即马无效，就是因毋是要上帝看因，毋是要赐因福气，是要降灾祸互因。伫埃及犹太人一直会死伫战乱饥荒，直到全部消灭。但是虽然有人会当脱离战乱，就是讲到可能是亚利米对埃及倒去到犹太，毋过是极少数。耶利米甲巴录，明天45章就看到巴录加50年。这个巴录嘛是得到上帝应允，遐个来埃及寄居村来犹太人，后来会知影写人的话会实现，是我的还是因的啊？所以即马就是上帝讲，互恁家己去看，互恁家己去读。咱咧看这个历史，等来看时阵，就知影上帝的话确实是真的。我要伫遮就是埃及，甲恁遮来到埃及的犹太人，上帝主明刑罚，这是我互恁的调头，互恁知上帝要降的灾祸实现。我要将埃及法老哈弗拉交互想要杀伊的对敌，亲像我有将犹大王西底家交互伊的对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哈弗拉这个法老呢，伊是伫埃及第26王朝，第四任的法老，伊最后是伫主前的570年死在政变当中啊，政变当中，等于死以后2当呢，这个巴比伦王就进入这个埃及了，所以这个哈弗拉是不是死伫巴比伦王的手头，是死在他的政敌当中。这种是呢，佫无偌久，就是主前528年。这个波斯帝国就来取代巴比伦了，所以这个是哈弗拉法老伊的这个雕像就是讲因就信这个埃及的法老因为讲这个埃及法老数万家数万妻会当做我的衣食父母，但是上帝讲因为伊所敬拜毋是上帝，所以上帝嘛要降刑罚互伊啊，所以亚利米伊的信息就到这个所在来结束。所以咱今日看到就是这点来到埃及的人，因最后的命运。咱咧读到46章后日的时阵，就看到整个埃及从之前到后来，上帝对这个埃及的审判的这的话所以今日这段圣经也互咱看到，咱真正不要认贼作父，
不要重新走回头路，搁等到上帝救咱出来埃及，即马因搁竟然想要转去到埃及，无要倚靠上帝，想要倚靠在大国强国，依靠法老，最后是犹原没有办法得到亨通，无亲像去到伫巴比伦，这犹大人会当平安倒转来，被掳归回，得释放得自由。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文神长老，带咱读圣经，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这段历史的记载，互阮看见上帝你的话，是确实的，也真正早着一摆搁一摆，甲人在提醒。当阮每一摆读着上帝你的话的时阵，就是在教导阮安怎来选择阮的人生，安怎样来行阮头前的路，安怎伫今仔日，阮就当做一个合上帝所喜爱的囝儿，来行出上帝你的旨意。愿上帝互阮亲像参命的人，听到上帝话，搁知影安怎去实行，会当将即个厝起伫石盘耶稣基督的石盘顶，也祝福阮伫即礼拜所有工作、出入、学习，所有道合，拢有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也看顾阮的长辈，特别阮遮的士大人，也互因有健康勇壮的身体，保守阮的兄弟姊妹，大家处理拢有平安，也有上帝你的恩典满满，继续伫阮的每一天的中间，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多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